是人就会爱，会恨，会同情，会嫉妒。我喜欢南梦姐，是发自内心的。她是那么的善良，帮助和关心我这个陌生人，而我却在背后勾引她的丈夫。在古代，这样我应该会被送去游街吧。但有股控制不住的力量推动着我，让我去靠近你。每次看到你们恩爱的样子，我都会嫉妒，所以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到满足，即使伴随着深深的罪恶感。现在我要走了，我已经被他找到了，我知道他不会放我走。他是个偏执的人，选好了方向就会一路走到底。也许他也没有恶意吧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这个孩子，所以我必须尽快地找到他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用生命去保护这个孩子的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呢。我饿了。我马上回来。好了，谢谢。怎么样？不喝。再喝点吧。再喝一口。喝吧。瞧你，你不喝，孩子要喝呢。谁啊？一早上就喝酒啊？早喝就好啊，一天都是醉的。兄弟，坐，陪哥哥喝一点。
有什么愁事儿，骗你借酒消愁啊？这段时间你嫂子生病了，我一直在医院陪她。也许是太累了吧。嫂子她还好吧？医生说她没什么大碍，应该休整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我前2天看你是精神状态不好，今天见你是身心俱疲，不会是什么东窗事发了吧？文姨啊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办一下。您说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啊？啊，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上面那就轻一点，别磕着。仁义啊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。应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林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咱们公司眼看着蒸蒸日上，马上晋级4A，接下来还有个大项目，可是一笔大单啊。听到这些，都不能让你开心吗？星光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都在掌握之内，资质问题马上解决。还有就是竞标的问题，我打探了一下其他几家有竞争力的公司，在这个项目上，他们完全没有我们投入的多，也未必参加最后的竞标。毕竟，他们也要保存一些实力嘛。另外，我找了其他2家公司来陪标，都不是4A，基本上没什么竞争力，况且是陪标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不瞒你说啊，兄弟啊，最近呢，这家里弄得一团糟。幸亏这公司有你啊，也算得我一点安慰吧。林总，您可算来了，这些文件都等着您签呢。您要再不回来，公司的活快干不下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公司一切权利都交给仁义啊，他可以全权代表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我把这些文件放到副总的办公室去。行了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想自个儿待会儿。少喝点，对身体不好。
好了，我没这么金贵，只是怀孕，我可以自己走的，别扶我了。医生说了，说你现在情况还不稳定，不能随便的剧烈运动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对胎儿不好。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？怀孕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啊，慢点。没事的，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经常动，好好动。慢点啊。我决定了，今天以后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。你要慢慢适应。猜一猜我是谁？妈，你怎么都不笑，那么严肃？嗯，怎么啦？你又送我礼物啊？哇，这么大！是什么啊？还好你的东西不多。我们分手吧。开什么玩笑啊？在说什么？今天是愚人节吗？我喜欢上别人了。不可能。看看少什么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还好你的东西不多，挺好收拾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有一个女朋友啊，她的男朋友把她给抛弃了的时候，也是这样，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到一个纸盒箱子里。那个纸箱可比这个大多了。你不要走，求求你了。文艺，别骗我，你喜欢我不是吗？我不喜欢你。你说过你喜欢我，你忘了吗？谁看你挺好的呀？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吧，对吗？不要离开。我们分手了啊！你不要留下
您今天是不是把仁义的电话给那个模特了？你跑了我这儿来大叫大嚷干嘛呀？不就喜欢仁义吗？直说嘛。我都不知道是你生日，什么都没准备，你也没跟我说。你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我和他成了。什么叫成了？我郑重的告诉你，他已经是我的男人了。小萌，你是又无聊了，还是又想我了？我想你啦。行了，出去吧啊！那些八婆肯定在计算你进来多长时间了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，大天才。孙林，我啊，就喜欢你这个冷冰冰的样子，酷酷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那以后要对你不好，我就有理由了，因为你就喜欢我这款。不可以，你怎么能挖个陷阱让我跳呢？你只能对我一个人好。今天晚上去我家吧。南梦，怎么了？有点累了。累了就睡吧。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我带你出去溜溜，好吧？吸收一下新鲜空气，别在家待着，空气特别不好。你让我把电视看完吧，现在正精彩呢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行了，走，出去。听你说了这么多，
我心里就越来越明白，你是属于他的，他比我更爱你。我们分手吧。今天以后，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再这么依赖你了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要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的工作。我不想每天像怨妇一样待在家里。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和我的朋友接触。还有，宝宝出生后，我会更爱他的。你要慢慢适应。行了，你别老哭行吗？有什么话说嘛，说话。他要和我分手。你说仁义要跟你分手？是，你看，他说他要物归原主，还有一个朋友会跟他分手的时候，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里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他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你分手？他说他爱上别人了。他怎么能爱上别人呢？你都不知道他转变的有多快。有些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。你早就知道他爱上别人了吗？仁义这个人，比想象的再复杂也是人呢，怎么能说不爱就不爱呢？在一起的时候说的那些甜言蜜语都那么真，难道是假的吗？而且我对他那么好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他难道感受不出来吗？我不是花痴，我是真心喜欢他的，他怎么可能这样对我呢？把眼泪擦擦，就把这一切当成一个美好的回忆，让它过去吧。林总，我要辞职。傻丫头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为了一段已经过去的感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你有什么伤害的我？是仁义他骗了我，他从我这边拿走了公司重要的核心机密。其实参与竞标的另一家公司是仁义的。我打探了一下其他几家有竞争力的公司，
在这个项目上，他们完全没有我们投入的多。我找了其他2家公司来陪表，都不是 4A， 基本上没什么竞争力。况且是陪表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对不起。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？不是的，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。要不他不跟你提出来分手，你会把这件事情一直隐瞒下去的。我不会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。我不知道他拿公司的竞标要做什么。本来想告诉你，但是那时候你在医院，我劝过他，可是他不听。而且我知道，你如果知道的话，我知道你会对他怎么样。感情这东西真的很可怕，至少不怪你，你也是个受害者。好了，你走吧。林总，我不走了，自己的犯的错自己负责，我会尽力帮你挽回公司的损失。这个小伙子是传媒大学硕士毕业，广告学专业。你为什么会放弃一个大公司，而选择我们这么一家小公司？林总，我都做到这儿了，这就证明了我对贵公司的信心。你对薪酬方面有什么要求吗？我之所以想换个新环境，主要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新的发展。只要公司能给我足够的施展自己的机会，薪水方面不是问题。对薪水方面没有要求，那其他方面呢？我以前在那些大公司工作，其实我是一直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在工作。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该学的都学到了，所以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至于职位问题，我相信林总您一定会给我一个极好的判断的，对吗？说得好，但有件事情呢，我想跟你说一下啊。你刚刚来到我们公司，可能我还不能给你这个职位和你所有的要求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还愿意留下来吗？任凭差遣。林总，我真不明白，这么好的人才，您怎么还会说未必给他留个不错的位置呢？万一他走了，岂不是咱们的损失？是人才，我欢迎，一定要留住。可是他来我们公司应聘，对酬劳没有任何的要求，挺让我费解的。那您打算给他什么职位呢？先给他一个策划专员吧。既然他是真心想留下来，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呢？任一啊，你来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也想听听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建议。你一定要放弃传统的广告投放方式，
加入高端新媒体的介入。我有足够的市场数据来证实这个措施的可实施性。还有就是，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广告策划案。如今做广告策划案，第一，你一定要考虑客户的存在感，还有就是一定要考虑市场的认知度，还有时效性。市场时效性现在非常重要。我相信改正了这2点，客户一定对我们再无疑虑，并且我敢说，我对成效负责。从现在开始，红姐这个案子全权交给仁义，今后大家一定要好好配合她。仁义，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公司生死存亡。我们公司的高管仁义窃取了这次竞标的标的，他用他在外面的一间公司来参与这次竞标，也可以说，我们公司在他眼里完全是透明的。可能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为了这次竞标，我们公司倾注了所有的财力，我们才勉强的获得了for A 的资格。但如果这次竞标失败，我们公司将宣布破产。问题是，现在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仁义的手里。仁义这个混蛋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报警吧，抓他，告他窃取商业机密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，空口无凭。那怎么办？竞标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我这次把大家招过来呢，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有没有可能改变标题？预算已经压缩极限了，您知道1分钱都加不了。策划案这边也很难再找到更好的了，而且时间也太紧迫了。照目前的情形看，除非有奇迹，否则麻烦很大。对不起，打扰大家开会了。你来正好，我们大家也没啥正事儿，主要是说说今年公司去哪度假的问题。你有啥好主意吗？我这人向来就挺无趣，对玩儿不在行，还是他来定吧。有事吗？有一份策划案需要你过目一下。行，我会看的。等等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
你怎么在这？啊，我刚才见个客户，有点累了，要不抽烟？你呢？过来逛逛街。接下来想去哪？逛累了就回家了吧。那我送你回去。怎么样？查出结果了吗？暂时没有任何的结果。仁义这个人太精明，想要从他身上找出破绽，我看不可能。不如我们就在竞标当天想办法堵他，不让他参加竞标现场。这样的话，他有没有标题都不是那么重要了。那你告诉我怎么拖住他？去试试。太危险了，不行的。毕竟我和他有过一段感情，我想他应该不会做出什么破格的事吧。傻丫头，别那么天真了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仁义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你说仁义怎么这么急着跟我分手？那你觉得为什么？仁义大可以在我们夺标之后来跟我提出分手，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防备的输掉这场比赛了。他这么故意亮明身份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阴谋？
接到你的电话，说是这个事儿，我都愣住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在奥美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来这家公司时间也不长，多亏是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很器重我。林总真是好眼光啊！我的这位师弟呀，那不仅是一表人才，那能力也是极强啊。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名的厉害，你能请到他帮你的忙，我只能说羡慕啊。不光是一表人才，能力强，还有很多姑娘喜欢他。哦，任烨，你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啊？他在公司呢担任副总。也算合理呀。老板，你的确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，我只需要你的信任。现在全公司上下我最信任你，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。这一部分都 OK 了，现在就是执行方面，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这所有的策划案呢，我都看了，我觉得非常完美，执行就行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有点担心，我来公司没几天，就我说话好使吗？谁说不好使了？我会让所有的部门全力的配合你。还有一点，你别忘了啊，我是这公司的老板，我挺你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手去干了。你就放手干吧。把我们公司全部资产都压上去，达到 4A 的资格，然后参加竞标。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干了这些年，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万一。林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4A 的认证完全通过了，手续正在办理中。太好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您不必亲自过来，我就是向你请示一下，给办事中间人的这部分款，以什么名义向财务请款啊？毕竟这笔费用数额很大，基本上是全公司的全部现金流了，所以你得更明确的指示。你担心？我会直接给财务总监打电话，让他取出现金来交给你。啊，兄弟，这可是我全部身家，做任何决定都要小心。4A 尽快办，记住，4A 没下来，所有都是白费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领导，我了解事情的重要性，办事的人绝对可靠，拿到钱之后，一定把事情办得漂亮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我等你好消息。那你先忙。等等，抓紧时间办，等事情办妥了以后，干活。林总，就算您不给我这干股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。从今以后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公司一切权利都交给仁义啊。他可以全权代表，明白？
你说仁义要跟你分手了？是，你看，他说他要物归原主。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跟他分手的时候，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里。他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你分手？他说他爱上别人了，是仁义他骗了我，他从我这边拿走了公司重要的核心机密。这次竞标的标的，仁义，上来一下。博威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正在处理中呢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在这2天结束吧。那竞标的事情呢？没到最后一刻，我也不敢做保证。不过，应该跟我料想中的一样。本来能达到资质的佛威公司就不多。咱们公司虽然在资质上差了一些，但是这2年业绩很好，广告创意方面很有优势。其他几家大公司虽然资源很厉害，但是思维早就僵化了，在这点根本没法跟他们比。你说，咱们公司是不是发展过快了一点？你知道，如果这次竞标不成功的话，有可能导致我们公司破产。所以这次竞标至关重要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对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的提出来，我会让公司上下都来配合你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我以前在那些大公司工作，其实我是一直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在工作，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凭我对市场的认知度，凭我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网，更重要的是，凭林总对我的信任。
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士为知己者死。林总，您这么重用我，我要对得起你对我这份看重。等事情办妥了以后，我会在公司里给你一部分干股。林总，就算您不给我这干股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。福威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正在处理中呢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在这2天结束吧。那竞标的事情呢？没到最后一刻，我也不敢做保证。不过，应该跟我料想中的一样。本来能达到资质的福威公司就不多，咱们公司虽然在资质上差了一些，但是这2年业绩很好，广告创意方面很有优势。其他几家大公司虽然资源很厉害，但是思维早就僵化了，在这点根本没法跟得。任毅啊，你说咱们公司是不是发展过快了一点？你知道，如果这次竞标不成功的话，有可能导致我们公司破产。所以这次竞标至关重要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对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你说仁义怎么这么急着跟我分手呢？那你觉得为什么呀？仁义大可以在我们夺标之后来跟我提出分手，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防备的输掉这场比赛了。他这么故意亮明身份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阴谋？再见。你回来了。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手头还有点工作没做完呢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了？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你会说的。我去洗澡了。
怎么还不下班？老板都没下班呢，我们怎么敢先走啊？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啊？你跟孙宁分手了，爱上了其他女人。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一个很好的女孩，受过伤的女孩。她叫什么？这个你没什么关系吧？你爱她吗？有兴趣见见她吗？明天中午，我带你去见见她。公司现在的状况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明天下午他约我见面。他约你？为什么？公司以外的事情。公司以外的事情？那会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只有见了面了以后，让我知道。看来，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司。真应该把他控制起来。控制？您的意思是绑架吗？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，这是犯法的。我知道是犯法，你当我傻呀？如果绑架能挽救公司，我早就这么干了。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我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。只有保住公司，才能保住老婆、孩子，还有我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奋斗的心血。不想看到这个公司毁到我手里，我欠的东西太多了。行了，一切都等到明天我跟他见面以后再说吧。我操！你多喝点鸡汤，对孩子好。知道了，你也多喝点。平时工作这么辛苦。逸轩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去旅行了，我们找机会去哪里走走吧。好的。公司手头事情办完了，让我带你去北欧。你不一直想去那吗？
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你分手？他说他爱上别人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个你没什么关系吧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明天中午，我带你去见见他。你还没睡啊？现在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可以走了吗？当然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很快你就知道了，等我短信。